李宇聰今天未能出席，鄭柏林。阿咩？李俊琪。趙澤安。楊奇博。黃俊凱。羅俊偉。李海欣。莊超越未能出席。楊樂希。洪卓南。Amen。陳怡瑩。林曉玉。陳嘉睿。梁子權。抄晴晴。郭俊賢。葉杏林。張俊成。黃天權。余振宇。周長許。胡策健。鄺子欣未能出席。楊德仁。請畢業生代表領取6C 班嘅畢業證書。請我哋市校長及2位班主任就座與6C 班嘅畢業同學拍照留念。我哋再俾熱烈嘅掌聲，6C 班嘅學生。望住中央大會攝影師嘅相機，展現最燦爛嘅笑容。校長後面嗰位第3位，自己褪咗少少，係啊，啱好。預備1、2、3，笑。好，恭喜晒各位6C 班嘅畢業同學，請